花市拍假特工队，网络消息是真是假？花市甲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讲互乡亲知。网络有咧传这个消息咯，讲食饱随食水果等于是万成的自杀。讲因为食煮熟的物件了后，白血球会来窜悬，这个时阵若搁食水果，就会启动咱体内的免疫系统。安尼长期落来，咱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，会来增加着着癌的风险。这讲甲遮尔啊恐怖，但是乡亲啊，这根本就是有空无损，无赢无食。医生讲啊，袂啦，食熟的食物，白血球袂增加，食水果嘛袂来影响到免疫的系统。颠倒是有一寡维生素 C 较悬的水果，咱就爱伫咧食饱才来食，才会增加到钙甲铁的吸收。这个水果哦，随时拢会当食，但是爱准在适量落食才是重点。所以乡亲啊，咱是唔通阁有一寡假消息，看咧戆戆洗才好。